句俗语讲，四皇帝毋t-tit去食活，这是安怎讲咧？皇帝在生时，毋若食好穿好，连别人要生要死，都拢伊咧决定，权力无限。啊，若去食是3顿食无1顿饱，莫讲无一个所在好安居，参saⁿ-á-kho嘛着爱khioh人boăi-ài来穿。皇帝虽然权力真大，生活过了真富裕，毋过伊若先-sè，都无才调，阁享受食的荣华富贵。khah-su一个，活咧会去食。这句俗语就是要讲讲，活咧都有希望，毋通一时的失败，煞来想袂开。